讲俗语，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：劝人有效千万句，未晓有效地沟牛。这是奉劝人做人爱晓有效父母。若未晓要有效，就袂输是精神共款。新冠病毒引起疫情，当上各行各业，也毋过嘛出现真侪互人感动的画面。就家己水上有一个查甫人，因行动不方便的老母去注射站注射。家人有一个少年人，这个抱因阿公落楼梯，边东毛有效的查某孙啊，抱因阿嬷坐轮椅，送去注意放射，这些拢是可贵的行为。啊，讲到有效，现代孝道强调是伫情感的基础上有自发性。若是做父母的人，对今日事实有语言的暴力、情绪的暴力来造成伤害者，有可能和今日事实无想要有效。你若以传统维权的方式，甲勉强，嘛失去有效的意义。今日讲的俗语是：劝人有效千万句，未晓有效地沟牛。